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今年已经是第8档啊！这回主题号做“重组另世界”，希望观众朋友透过非主流观点的影片刺激思考社会改变。嘉义国际艺术纪录影展将要伫3月12日正式举办。这届总共有50出纪录片参展，主题叫做“重组另世界”，希望观众透过世界同款的议题来思考社会的改变。 事实上，我们的人生忽略很多。正如我们一天到晚都去出国，从来不晓得我们自己长什么样子，从来不晓得我们国家有多少美好的地方可以去玩一样。这个影展一直在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只去认识主流影像。 这届影展的内容有6项主题，嘛头摆加入表演艺术底片的规划，希望透过舞蹈艺术或者是进对式的剧场，一寡编导新入影的作品，互看的观众有新的体验。我们总共推出有史以来最多的作品，有50部作品。这50部作品的19部呢是参与台湾的首映，那么10部是世界首映，5部是亚洲首映。 主办单位表示，除了影片的放映，嘛会去学校内底办讲座活动，共邀请一寡导演来分享影片的内容甲目的，希望观众透过国内外的纪录片，思考对未来世界的态度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